做人一半装傻，一半装哑，智慧与包容的人生哲学。人生在世，每个人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事情与各种各样的人。有些时候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但也有些时候，适当的装傻与装哑不仅能减少矛盾，还能让自己过得轻松些。这并不是懦弱或逃避，而是一种智慧与生活的艺术。装傻是一种智慧。装傻并非真傻，而是对一些事情心里明白却选择不说破的一种处事态度。装傻能避免不必要的冲突。在人际交往中，矛盾时常因为过于较真而升级。比如，朋友之间的无心话语可能带有冒犯意味，但如果我们选择装傻，并不直接回应或反驳，事情往往就不会扩大。相反，若是我们斤斤计较，可能会让对方陷入尴尬，甚至破坏彼此的关系。看破不说破是一种境界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和弱点。如果我们看穿了别人的小心思，却不去揭穿，这是对他人的尊重。同时，这也避免了对方的尴尬，让彼此的关系更为融洽。古人云：知而不言，谓之智。适当的装傻其实是智慧的表现。装傻能减少压力。有时候，过于清醒和敏感反而让自己活得更累。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琐事，如果凡事都要追根究底，难免心力交瘁。适当的装傻可以让自己放松心情，减轻心理负担。装哑是一种包容。装哑并不是指真不说话，而是懂得适时保持沈默，避免无谓的争论。沈默是一种力量。俗话说，言多必失。当我们面对批评或误解时，过多的辩解可能会激化矛盾，此时不如选择沈默，用时间证明一切。沈默不仅是一种智慧，还是一种力量，它让我们不被情绪左右，保持冷静。适时的沈默能缓和关系。争吵往往是因为双方都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引发的。如果在情绪激烈的时候能够选择装哑，不与对方争辩，矛盾很可能因此而化解。事后冷静下来再沟通，效果往往会更好。不争是一种智慧。有些人会因为误解我们而发表不友善的言论，甚至对我们抱有敌意。如果我们急于回击，可能会陷入无谓的争执。与其如此，不如选择装哑，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。正如《道德经》中所言：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不争并非懦弱，而是懂得选择真正值得付出的事物。稀里糊涂，减少矛盾。稀里糊涂的生活态度并不是不负责任，而是懂得在复杂的人生中寻找简单与快乐。不必对每件事都过于认真。人生短暂，如果对每件事情都斤斤计较，会让自己活得非常疲惫。比如，别人对你的评价可能并不完全准确，但我们不需要为此争辩，因为真正了解你的人会知道你的价值。不如稀里糊涂一些，过好自己的生活。学会用幽默化解尴尬。生活中难免遇到尴尬或不顺心的时刻，如果我们能用幽默的态度看待问题，很多矛盾与困境都会因此而缓解。稀里糊涂的态度并不是对生活妥协，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调试方式。平常心看待人事。人这一辈子总会有人羡慕你，有人嫉妒你，有人看不起你，还有人误会你。这些都是正常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观点与标准，我们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，因此不如抱着一颗平常心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做自己，活出真实的模样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不需要为了迎合别人而迷失自己，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忠于自己的内心。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没有人是完美的，我们都有缺点和不足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能够坦然接受这些不完美，并努力提升自己。当我们接纳了自己的不足，就不会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活得更加自在。找到内心的平衡。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，我们可能会遇到挫折与困难，但这些都是成长的过程。我们需要找到内心的平衡，学会与自己相处，从容面对生活中的挑战。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与目标，我们不需要为了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放弃自己的追求。
只要不违背良知与道德，勇敢地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才能活出真实的模样。结语：做人一半装傻，一半装哑，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，而是一种充满智慧与包容的处世哲学。通过适当的装傻，我们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矛盾；通过装哑，我们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。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，简单做人，快乐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学会稀里糊涂，看破不说破，才能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与幸福。